睇睇先嚟，唔該。請望下呢邊啦，分別有起居照顧員、印刷品設計師、陳到匈牙利作交流生。哇！朱古力品味嘅師，好少呢種身份。民安隊隊員，哇！詠春助教，教頭揾唔到一個助教嚟，咁難。酒樓經理、琵琶導師、字畫古董店東主、鑽石銷售及市場營業員。咁而滑雪教練，咦？香港都有滑雪教練，仲有一位係編舞老師嘅身份。12個身份。不如我哋睇睇我哋嘅專業嘅顧問，大概有啲咩感覺先？李家仁醫生，你覺得有咩睇法啦？今場馬點睇法啦？幾多號搭幾多號頭場呢場咧就好刺激啊！因為就好有挑戰性。點解咧？就係咁睇樣咧，就真係好難估。個個咧啲服飾都差唔多，冇乜話特別一個又特別斯文啊，特別乜嘢扮得好有心思啊咁。咁但係你睇落去今日我哋會唔會係一啲創作嘅人，同埋一啲比較文職嘅人都參咗一半啊？男女我見到就係6打6啦，又係。其實今日呢個咁嘅職業咧，就較為好估啲嘅，因為有幾個，譬如你話係滑雪教練啊，玩詠春啊咁樣咧，即係應該睇身形，即係唔會好似我啲咁樣去做啊。都得，你都幾詠春嘅。我都難啲㗎啦，已經。你都幾詠春嘅樣。咁至於謝偉俊先生咧，有12個人，12個身份，又俾啲錦囊我哋聽下。Sonia，你玩緊嗰陣時咧，記得咧就唔好淨係掛住即係傾偈對話啦，而係多啲用下觀察能力，望下啲人嘅反應。咁另外咧，多啲聽我哋答啲答案咧，嗰啲答案咧會係幾好嘅，好多時都會有好多背後嘅原因出嚟。估啲容易估啲，譬如話啲 sporty 啲嘅，或者係曬得黑啲啊，或者係邊啲打得啲啊，嗰啲係淺入心。咁佢發我諗會好啲咯。通常我教嘅咧就話一定係由個外形啊，或者佢嗰啲即係體態啊、面孔可能膚色啊，咁可能係成日戶外工作啊，譬如滑雪教練，咦咁可能係體型啊上面嗰啲有啲心儀嘅，你先揀一啲你有興趣嘅人物，分別有3個號碼，佢會講句説話刺激下你嗰啲靈感，然後再決定係咪真係咁樣估、咁樣配對法。6號啊，6號，咦，6號呢位先生，勞煩6號呢位先生。我係一個好學嘅人，希望將學咗嘅嘢發揚光大。幾次用發揚光大嘅話，哇你嘅話，一定係琵琶老師。琵琶老師，你袋住先啦。好，俾你揀多個 number，6號之外，另外2個 number。下一位你想聽邊一位開金口？1號。1號，有請1號呢位先生。我覺得做人應該要有自信，咁樣先至可以盡情發揮。氣氛好硬淨喎，做嗰時令佢拗頭添。做人有自信，應該要有自信，盡情發揮。盡情發揮。好，聽埋第3位有興趣想去開金口俾靈感你嘅人士係邊一個號碼咧？3號啊！我希望將我中意嘅嘢介紹俾多啲人，同埋多啲人欣賞。咦，琵琶啊！即係會推開啲嘢去外邊㗎啦。字畫嗱，可能係字畫古董店東主，3號都講埋啦。咁準備配對，由0蚊開始挑戰1萬蚊呢個關口。3個法寶袋住喺身，準備嚟。覺得12個身份，邊一個身份你覺得較為突出啲啊？望住12個人嘅話，有信心。排舞老師，排舞老師，唔該，先鎖。你突然間我哋講下之後，突然間有個編舞老師，點解會喺你心目中突然間走咗出嚟？邊個號碼似？我覺得係1號。1號係編舞老師，點解？我覺得佢對鞋係唔係功夫娘嚟嘅，唔係嘅，係跳舞嗰啲鞋嚟。舞動傳承，舞動奇蹟，令你真係感覺到呢對鞋邊個玄機就係跳舞鞋。係咯，我覺得係咯。不過體型似唔似係跳舞人啊？似啊！似啊！如果諗定心目中邊位係你嘅編舞老師，請用你嘅掌紋鎖定邊一個號碼。我鎖定1號係編舞老師。咁如果佢真係編舞老師，就自然會識跳㗎。咁佢嘅身份係真唔係咧？跳幾下嚟睇下，喂！心急咧，好想知究竟佢係一位編舞老師。0蚊第一個挑戰嘅身份，試一次啊！ 1萬蚊
咁佢係唔係呢？哇！好嘢！好勁啊！好勁啊！我係編舞老師。恭喜晒，唔該晒。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多謝，嚟！咦，原來你幾外國人個樣，你行埋一齊係合個照睇下先。我係 mix 嘅。我 mix 㗎，咁你係咪 mix？我都係 mix 喎。你邊個 mix 啊？東莞英 mix。國哦，sorry，我阿媽就係博羅 mix 保安啦嚇。咁你其實係一位喺咩地方做編舞老師嘅？我係編hip hop、jazz、break dance、歌舞劇。哦，就係香港嗰啲跳舞學校啦，就變咗。係啦係啦。咁 young 啲 young 啲㗎。咁李醫生嗰啲咁嘅年紀都會㗎。如果佢有興趣嘅話，有興趣嘅話，我教你 OK。焗測焗測。唔該晒我哋嘅編舞老師，多謝晒。多謝多謝。你幾犀利喎對眼，好厲害喎！先搞掂我哋，恭喜啊郭善妮，1萬蚊揸手。